你有冇有一刻突然覺得自己好似行錯路？可能你30幾歲做咗10年同一份工，人工唔算差，但你心入面知道自己其實唔想再咁落去。問題係你一望返張 CV 就覺得我除咗呢行仲識啲咩？又或者你40幾、50幾歲見到公司講 AI、講轉型、講重組，啲後生仔識新工具，啲老闆成日話要跨部門協作，你忽然有種感覺，我以前靠住一門專業食飯，而家呢門專業好似慢慢唔夠保護我。再或者你係家長，你望住自己個仔女，幼稚園已經有人學 coding， 小學已經有人操奧數，中學已經要諗大學科目，你心入面有把聲不停問，係咪唔夠早開始就會輸？我哋成個社會都好鍾意講一句說話，唔好輸在起跑線。但問題係，人生真係跑道咩？如果人生係一條100米直路，咁當然起跑快啲，姿勢標準啲，教練專業啲，好可能贏。但如果人生其實唔係跑道，而係一個會改規則、會轉天氣、會遇到唔同人性嘅迷宮，咁早啲衝出去未必等於贏。今日講呢本書 David Epstein 嘅 Range How Generalists Triumph in a Specialized World 就係要拆穿一個好深嘅人生局。我哋以為成功靠預早專精，但現實入面太早專精可能反而令你太早被鎖死。呢條片我唔係想叫你唔好專業，亦唔係叫你乜都試，乜都半桶水。相反，我想同你講一件可能會令你好釋懷嘅事。你以前以為自己走過嘅彎路，可能唔係浪費。你做過唔同工，學過唔同嘢，興趣好雜，人生轉過幾次彎，可能唔係缺點，係一個愈嚟愈複雜嘅世界。嗰啲經歷可能正正係你最值錢嘅 range。呢本書好容易俾人誤會，有人一聽到通才勝過專才，就會以為作者係話唔使專業啦，識少少樣樣都得啦。唔係， David Epstein 嘅重點唔係話專才冇用，相反佢承認有啲領域好需要專精，譬如外科手術、古典音樂演奏、某啲運動項目、某啲技術操作、規則穩定，練得多真係會愈嚟愈準。但佢問嘅係人生大部分重要問題係咪都係呢一類？你嘅職涯選擇有冇標準答案？你同伴侶點相處？有冇一本說明書？幾時轉工？幾時創業？幾時停低照顧屋企人？有冇公式？面對 AI、經濟、行業轉變，係咪練熟一套方法就永遠夠用？唔係，人生大部分真正困難嘅局都唔似考試。考試有 syllabus、有 marking scheme、有 past paper， 但人生好多時係你連題目係咩都未睇清，規則已經變咗。所以呢本書幫我哋拆開一個集體迷信，早開始不等於走啱路，夠專注不等於有判斷力，夠努力不等於唔會行錯方向。我哋成日覺得要快，讀書要快，買樓要快，升職要快，細路定方向要快，慢好似就係輸。但 Range 提醒我哋，有啲能力唔係靠快出現，而係靠廣泛接觸、慢慢試錯、跨界連接先會成長。呢個就係今日我想同你拆嘅局，專才崇拜局。呢本書一開頭用咗一個好有畫面嘅對照 ，Tiger Woods 同 Roger Federer。Tiger Woods 係好多人心目中天才應該點樣培養嘅樣板。好細個開始接觸高爾夫球，好早專精，好早出名。呢個故事好吸引，因為佢好符合我哋對成功嘅想象。早起步、早訓練、早贏。但係 David Epstein 想我哋望另一個人 ，Roger Federer 費達拿。Bill Gates 寫過一篇關於 range 嘅書評，入面提到費達拿細個唔係一開始就死操網球，而係玩過好多唔同運動，包括滑板、游水、乒乓球、足球、羽毛球。佢到青少年時期先開始打競技網球。呢個對照唔係要證明 Federer 一定好過 Tiger， 亦唔係話每個人都應該遲啲先認真。重點係成功唔得一種路線，但我哋嘅社會特別中意將成功壓縮成一條路線，早啲揀，早啲練，早啲贏。細路3歲學琴，5歲學英文面試，7歲開始補習，10歲已經諗緊升中 profile。大人都一樣，20幾歲揀咗一行，30幾歲就唔敢喐，40幾歲更加覺得轉唔到，因為我哋以為一轉就等於之前白費。但 Range 想你反轉咁諗，有時你唔係白費，你係累積咗唔同地圖。你做過客服，所以你明白人點投訴；可能你做過銷售，你會明白人點決定買唔買。你湊過小朋友，照顧過老人家，經歷過病痛，處理過家庭矛盾，呢啲全部唔會出現喺 CV 最靚嗰幾行，
但佢哋會變成你睇世界嘅角度。問題係社會只係問你專長係咩，但好少問你連接過啲咩。專才崇拜局第一個陷阱就係令你以為人生係單一路線，你愈早入線愈早專精就越安全。但現實係起跑線只係適合一種遊戲，規則清楚嘅遊戲。如果遊戲規則會變，起跑太快，有時只係令你更快跑錯方向。Range 入面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叫做 Canned Learning Environment 同 Wicked Learning Environment。我哋可以譯做友善學習環境同邪惡學習環境，但唔好俾個字嚇親。呢度嘅 Wicked 唔係道德上邪惡，而係指個環境好難學、好難預測。咩叫 Kind Environment？即係規則穩定、模式重複、回饋快而準確。譬如下棋，你行一步，對手反應，你好快知道好定壞。又譬如高爾夫球，球場有規則，動作可以重複，回饋比較清楚。喺呢啲地方，重複練習、專精技巧非常有用。但咩叫 Wicked Environment？ 就係規則會變，模式唔一定重複，回饋可能好遲先嚟，甚至回饋本身都可能呃你。職場就係咁。你今日覺得呢個行業安全，5年後可能被科技改寫。你今日覺得呢個上司欣賞你，轉咗老闆，標準又變。你今日努力做嘅工作，可能3年後變成自動化流程。關係都係 wicked environment。你對一個人好，唔代表佢一定會用同樣方式回應你。你用上一段關係嘅方法，未必適用於下一段關係。做人父母更加係，第一個細路有效嘅方法，第二個細路可能完全唔受。投資係、健康係、家庭係、人生選擇都係，所以問題嚟啦。如果人生大部分重要事情都係 wicked environment， 點解我哋仲用 kind environment 嗰套方法去培養自己？我哋成日以為重複就會進步，但喺 wicked environment 入面，重複一個錯誤模式只會令你更熟練咁犯錯。你見唔見到好多職場老手，經驗好多，但判斷未必好？因為經驗本身唔一定令你醒，經驗要有準確回饋先會令你進步。如果你個環境長期回饋失真，例如擦鞋有獎，講真話冇獎，咁你喺入面做得越耐，可能只係預識生存，唔係預識判斷。呢個就係 Range 最狠嘅一刀。唔係所有經驗都有價值，有啲經驗會訓練你變盲。如果你20年都喺同一間公司、同一套制度、同一個圈子入面，你可能真係好熟。但你熟嘅可能只係呢個小世界嘅規則。當外面世界一變，你突然發現自己嘅專業好深，但地圖好細。所以廣度唔係浪費時間，廣度係幫你建立多幾套地圖。當一套規則失效，你仲有其他角度可以用。好多人最怕嘅就係履歷太跳，讀完一科做另一行，會唔會好蝕底？做咗幾年又轉工，會唔會俾人覺得唔穩定？興趣太多，會唔會代表自己唔夠專心？30歲先知道自己想做咩，係咪太遲？ Range 入面有個好重要嘅想法 Sampling period， 即係取樣期、探索期。有啲人需要早啲定型，但好多時人係透過試先知道自己適合咩？你唔係坐喺房入面諗3個月就會突然知道人生使命。好多時你要做過、撞過、悶過、輸過、感受過，先知道原嚟呢樣嘢唔啱我，原嚟嗰樣嘢我比想象中有天分，原嚟我唔係討厭工作，我只係討厭某一種工作環境。經濟學入面有個相關概念叫 match quality， 意思係一個人同一份工作、一個領域、一種生活方式之間嘅匹配程度。Offer Melamed 關於高等教育專精時機嘅研究，正討論早專精同遲專精之間嘅取捨。遲啲專精會少咗某個領域嘅早期累積，但多咗時間了解自己同唔同領域之間嘅匹配。呢個概念對好多人好重要，因為我哋太快將試錯睇成失敗，讀錯科失敗，轉錯工失敗，創業唔成功失敗，30幾歲先轉方向失敗，細路唔係由細到大一路第一失敗。但如果用 range 角度睇，呢啲可能係取樣，你唔試，你點知自己真正嘅 match quality 喺邊？當然唔係叫你亂試。成年人有家庭、有供樓、有責任，唔可能日日攞辭、日日重嚟。但你可以做一樣嘢，低成本取樣。想轉行唔一定即刻辭職，你可以先做副業，讀短課，識行內人，接1-2個小 project。想培養小朋友，唔一定3歲就逼佢定終身。你可以俾佢接觸音樂、運動、閱讀、手作、
科學、表達，睇佢邊樣真係會自發投入。想人生下半場有新方向，唔一定即刻推翻上半場。你可以問我以前啲經驗有邊啲可以重新組合。所謂彎路，未必係你離開咗主路，有時彎路就係你收集地圖嘅過程。最怕唔係你試過好多嘢，最怕係你明明唔適合，仲死守一條路，因為你唔想承認之前嘅投入。香港教育同職場都有一個共同迷信，學得快就等於學得好。一個課程如果令人好快明，好似就係好課程；一份工如果新人好快上手，好似就係好制度。一個小朋友如果操完題目好快答啱，好似就係學識咗。但 Range 提醒我哋，短期表現唔等於長期學習。你諗下點解操 past paper 好爽？因為你做同一類題目好快就熟，好快就有成功感。但如果突然將幾種題型混埋，你即刻辛苦好多，甚至覺得自己退步。但真正世界就係混合題，老闆唔會話今日考你 Chapter 3，客戶唔會話呢個投訴屬於情緒管理單元，伴侶唔會話我而家呢個反應請用溝通技巧第二式處理。人生出題從嚟都係混合題，所以真正有用嘅學習唔係令你覺得自己好叻，而係令你能夠喺陌生情景入面攞翻啱嘅工具出嚟。呢度同職場好有關，有啲人做嘢好熟，但一轉環境就唔識做；有啲人未必最快，但佢識問問題、識連接、識從另一個行業攞方法返嚟。前者係熟練，後者係可轉移能力。咩叫可轉移能力？唔係 Excel、PowerPoint、英文咁簡單，係你識唔識拆問題，識唔識同唔同人溝通，將一個地方學到嘅方法放去另一個地方試，喺資訊唔完整嘅情況下做一個可修正嘅決定。呢啲能力好少係操同一題操出嚟，佢通常係你喺唔同環境入面被逼轉換、被逼解釋，慢慢練出嚟。所以如果你而家學新嘢覺得慢，唔一定係壞事。如果你教小朋友，發現佢唔係即刻識，唔一定要即刻幫佢鋪平晒。如果你轉行初期覺得辛苦，唔代表你冇天分，可能你只係進入緊一個更深層嘅學習階段。容易入腦嘅嘢，好多時容易走，要你掙扎過、比較過、連接過嘅嘢，先有機會變成你真正嘅能力。捱得、頂得、唔放棄，呢啲係優點。尤其上一代，好多真係靠捱出嚟，由工廠到寫字樓，由細單位到供樓，由冇背景到養大成個家庭，冇毅力係唔得。但 Range 入面有一個好值得諗嘅提醒，毅力有時會變成沉沒成本嘅包裝紙。你有冇見過有人明明份工已經消耗晒佢，身體差、情緒差、家庭關係差，但佢唔敢走，因為佢覺得我做咗咁多年，點可以放棄？有冇見過有人明明讀緊一科完全唔啱自己，但因為已經讀咗2年，就繼續讀落去，畢業之後再做一份自己唔想做嘅工？呢啲唔一定係毅力，好多時係唔甘心。真正成熟嘅人唔係永遠唔放棄，而係分得清我係遇到困難定係遇到錯配。如果你係遇到困難，咁堅持係值得嘅。每一份有價值嘅事業、關係、技能都一定有困難。但如果你係遇到錯配，即係你嘅能力、價值觀、生活階段同呢條路本身唔配，再堅持可能只係令你愈踩愈深。咁點分？你可以問自己3個問題。第一，呢個困難係會訓練我，定係會磨蝕我？訓練會辛苦，但之後你會變強。磨蝕係辛苦完，你只係變空。第二，我繼續留低係因為我真係相信呢條路，定係因為我怕承認之前行錯？如果只係怕輸，咁你可能唔係堅持，你係被過去綁架。第三，我有冇用低成本方式探索過其他可能？如果你完全冇試過其他嘢，你好難知道自己係唔係錯配。你只係喺一個房入面想象外面世界好恐怖。Range 唔係叫人輕易放棄，佢係叫人有智慧咁放棄。有時你放棄一條錯嘅路，唔係懦弱，而係保留自己去行啱路嘅力氣。好多人好容易將穩定同安全混淆。穩定係你今日冇變，安全係你有能力面對變。一份工可以好穩定，但你整個人冇成長。一旦環境變，你就好危險。一個人可以試過幾條路，看似唔穩定，但佢越嚟越清楚自己適合咩，越嚟越識轉場，反而更安全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問，咁通才係咪真係樣樣識少少，但樣樣都唔夠人心？呢個係最大誤會。真正有價值嘅 generalist 唔係淺薄，而係有整合力。佢未必每一個領域都去到最深，但佢有能力將唔同領域嘅知識、經驗、
語言、人性觀察組合成一個新答案。你見到好嘅管理者，未必係全公司技術最強嗰個，但佢可能懂流程、懂商業、懂溝通、懂判斷時機。見到好嘅創業者，未必係最強工程師，但佢可能懂產品、懂客戶、懂市場。見到好嘅老師，未必只係科目知識深，佢仲要懂心理、懂表達、懂家庭背景、懂學生情緒。呢啲就係 range。以前公司可以分得好清楚，呢個做 sales，呢個做 marketing，呢個做 operation，呢個做 finance，每個人守住自己格仔。但而家好多問題都係跨部門，客戶體驗唔好，可能唔止係前線問題，亦係流程問題、科技問題、文化問題、定價問題。成本高唔止係 finance 問題，可能係採購、庫存、培訓、系統設計一齊出事。如果你只識自己嗰格，你好容易話唔關我事。但最值錢嗰批人係識得跨格仔睇局，佢哋唔一定係職銜最高，但佢哋成日睇到其他人睇唔到嘅連接。點樣培養呢種能力？第一，保留一個主場，通才唔代表冇根，你最好有一個主要深度，可能係財務、設計、銷售、營運、人力資源、醫療、法律，呢個係你嘅樹幹。第二，刻意擴闊副場，每年學一樣同主業有距離但又可能連得上嘅嘢。做 finance 嘅學心理，做教育嘅學 AI， 做銷售嘅學數據。你唔使樣樣做專家，但你要聽得明、問得到、連得到。第三，練習翻譯。真正通才最強嘅能力係翻譯，將技術語言翻譯俾客戶聽，將前線問題翻譯俾管理層聽，將數據翻譯成決策，將人嘅情緒翻譯成制度問題。第四，將你嘅彎路寫成資產清單，唔好再只係問我專長係咩，你要問我經歷過邊幾個世界，我撞過邊幾種問題，我可以將邊兩樣表面無關嘅嘢連埋。通才嘅威力就係重新組合。別人見到你雜，你要睇到自己嘅結構；別人見到你轉過彎，你要睇到自己收集過地圖；別人見到你未定型，你要睇到自己仲有可塑性。講到最後，我想將 range 變成3句說話，送俾3種人。第一句，送俾覺得自己太遲嘅人，你唔係太遲。你只係用咗比較長時間去知道自己唔係邊種人，呢件事好值錢。人生好多錯誤就係因為人太早以為自己知道自己係邊種人。你試過、轉過、輸過，唔代表你冇方向。可能你以前做嘅其實係排除錯誤選項。第二句，送俾正在職場焦慮嘅人，唔好只係問點樣保住而家嘅專業，要問點樣令專業可以轉場。你嘅能力可唔可以用喺另一個行業？你嘅經驗可唔可以變成教人、顧問、管理、產品、服務？你嘅人性觀察可唔可以變成判斷力？世界變得快，唔係要你放棄深度，而係要你幫自己嘅深度加上接口。冇接口嘅專業，好似一部好勁但插唔到新系統嘅機。第三句，送俾家長，你要培養嘅未必係一個早熟嘅專才，而係一個有探索力、連接力、復原力嘅人。唔好太早用一條路定義小朋友。有啲小朋友早熟，有啲小朋友遲開竅，有啲能力細個睇唔出，因為佢需要人生經驗先會長出嚟。你要做嘅未必係幫佢提早鎖定賽道，而係幫佢保留好奇心，培養基本功，同埋教佢點樣從錯誤入面學習。最後返到我哋自己，你可能曾經覺得自己好雜，讀書一條路，工作另一條路，想過創業，又返過工，學過嘢，放低過，努力過，轉降過，有啲選擇好似行遠咗，但 range 提醒我哋，人生唔係每一步都要直線向上先叫成功。有時你要先廣，先知道邊度值得深；有時你要先試，先知道邊度啱你；有時你要走過幾個世界，先有能力睇穿一個局。真正嘅破局唔係做一個乜都識少少嘅人，真正嘅破局係你終於明白，我過去所有看似分散嘅經歷，其實可以被我重新整合。當你識得整合，你就唔再係一堆碎片，你係一張更大嘅地圖。今日呢本 range， 我想俾你帶走一句說話，唔好太早將自己鎖死。你嘅廣度可能就係你下半場嘅深度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你重新理解自己走過嘅路，記得喺留言區講低你人生入面有邊一段彎路，而家回望原來係有價值嘅。如果你中意呢類用一本書拆解人生、職場、人性同選擇背後嘅局，記得幫我哋 like、share 呢條片，分享俾一個你覺得而家正喺人生轉彎位嘅朋友。
如果你想更深入支持書裡有局，亦歡迎你加入我哋嘅 YouTube 會員。會員嘅支持會幫助我哋繼續製作更多高質長篇廣東話讀書影片，陪你一齊喺書入面睇清人生入面嘅局。我哋下集再用一本書拆解另一個人生局。